台北的独立册店倒外有册，这个月是要去德国办讲座，嘛要甲当地独立册店交流。这回阁邀请黄信尧为交流计划拍影片，是用台语配音，紹解台灣各地獨立冊店，希望讓國際社會更加了解咱台灣。現在賣着冊，賣着報紙，賣着袂當大聲講出來一切。民主是台灣的驕傲，多元類型的獨立冊店也是台灣的特色之一。影片內底紹解8間無同的獨立冊店，由黃信堯導演家己配音加攝影。這個底片就號做台灣那是一間獨立冊店，是台北倒越有冊這間冊店這個月為着要去德國交流的計劃所做的底片，要甲台灣獨立冊店的特色和民主化過程的歷史脈絡，用底片簡單紹解，讓外國了解。黃信堯導演講，獨立冊店因為大間攏無同，所以唔才會精彩。台灣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嘛，那就像是我們其實融合了非常多的歷史跟文化，獨立書店也是一樣，它各自發展在各個地方不同的角落，會長出不一樣獨立書店的樣子。倒越有冊嘅負責人指出，獨立冊店在咱台灣民主化嘅過程扮演真重要嘅角色。無論是戒嚴，還是白色恐怖時期，濟冊店和黨外雜誌社，還是318日頭會運動了後，各地出現嘅公民論壇型嘅獨立冊店，攏互冊店成做知識交流和民主思想嘅重要基地。因認為，佇即馬台灣豆豆啊受到國際重視嘅時陣，是一個互外國認捌咱嘅好時機。在中國宇宙國安法通過之後，我覺得台灣現在獨立書店或者台灣的書業，在華文圈應該算是最後的一塊民主聖地。雖然說台灣的這個書業真的很慘，可是這邊至少是自由的。倒越有冊要組成團隊，除了去到德國辦講座，分享台灣的出版業、冊店和社會韌性，也要借這個機會聲援北京總編輯複冊，嘛讓國際了解中國對台灣言論自由和出版業的威脅。記者盧尚如、曾俊堯台北報道。